歡迎大家收睇 ePrice Hong Kong 嘅 channel， 我哋一齊睇下呢幾日嘅科技新聞。三星 Galaxy A56 中階機王減價，呢間網店3000有找，再送耳機、現金券，買得過？中階機不嬲都有唔少人幫襯，對於唔打機、唔係好影相嘅用家，會覺得買旗艦機冇必要，中階機更加抵玩。當中三星嘅 A 系列就好受歡迎，而喺3月推出嘅 Galaxy A56 近日就有減價。而且有網店減至3000有找。近日喺三星官網、豐澤等等嘅大鋪網店 ，Galaxy A56 都減價300，由原價3698減至3398。而三星官網就送 ITFIT 真無線藍牙耳機 T12，售價298，200蚊嘅 Galaxy Credit 網上消費額，同埋用 DBS 信用卡有最高2000蚊回贈。至於豐澤嘅贈品就再多啲。送叉電套裝、藍牙耳機、玻璃貼同埋保護套。匯豐信用卡客戶簽賬嘅時候，可享高達額外500蚊嘅獎賞錢。好睇你用開邊張信用卡，就會覺得邊度吸引啲。如果你覺得贈品用唔着，只係想平啲，咁啱係 CSL 或者係中移動嘅用戶，就可以喺佢哋嘅官網入手。兩間電信商嘅網店都有客戶專屬優惠，只需要2998。CSL 同樣送藍牙耳機，同埋有3個月嘅爆 mon、壞 mon 包換服務。至於中移動同樣做2998，而且贈品都幾多嘅，包括送5000 MyLink 積分、迪士尼 USB 迷你風扇、保護貼、藍牙耳機，仲有3張50蚊嘅超市現金券，計落都平唔少嘅。規格方面 ，Galaxy A56 配備6.7寸 Super AMOLED 螢幕，4邊邊框更窄，支援 IP67 防水。A56 採用 Exynos 1580晶片，同時係 A 系列首款支援45W 快充機種，內置電池係5000 mAh 嘅容量。相機方面 ，A56 3鏡頭分別係5000萬像素 1.8 光圈主鏡頭、1200萬像素 2.2 光圈超廣角鏡頭，以及500萬像素 2.4 光圈微距鏡頭。而前置自拍相機就係1200萬像素 2.2 光圈。